继续来看艺人黄子佼，因为购买佮持有着儿童青少年的性影像，即摆还咧拍官司，结果佮惹着代志咯。2个月前，伊驶车伫咧新北市的双电埔，甲一个女骑士下弄，伊无落车，嘛无等甲警察来，就做伊先走。女骑士去验伤报警，警方通知黄子佼到案说明，然后用跳丝逃走，甲过失伤害甲移送。黄子佼是透过经纪人讲，伊当时并无听到相碰的声，嘛无听到呼救声，伊对骑士感觉道歉，嘛愿意来负担着损失。伫路口的所在，一台奥多麦汹涌冲出来，旅行车未负反省，随我正边停落来。边骑机车民众叫下道摔倒在地，不过这个时阵，旅行车煞吹油门，慢慢驶走，完全无落车就离开现场。警察对才发现驶车驾驶是艺人黄子佼。去弄到的奥多麦头上挂着粉车，那黄子佼驶的旅行车慢白毛小块克伤。差不多平压1个月1次左右。那他这边其实这个视角也有一点问题，然后有些车速太快，因为这个弯道算蛮大的，他们有些就是没有去注意到。附近的民众嘛讲，这定发生车祸，代志就发生伫咧8月20日透早7点多，新北市三点埔5股王南街维教事故现场附近有真侪工厂，路边嘛有施工的工地，奥多麦冲出来所在，嘛可以因为死角无去注意到。黄先生有要道歉吗？有持续跟被害人去谈调解吗？不过事发前几天，黄子佼才因为涉嫌持有买未成年性影像的案件，打到高院出庭，官司就也未拍了。当时黄子佼敢若为着闪汹汹冲出来奥多麦才会发生车祸，受伤60岁姓林骑机车的查某民众面手正面脚头骨刺伤，落马验伤报案，黄子佼才叫通知到案说明。自小客驾驶事后未依规定处置，驶离现场。经通知到案说明后，依刑法肇事逃逸、过失伤害罪，函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黄子佼透过经纪人讲，当时大东啊是为着新娘冲出来奥多麦，无听到弄到声音，含人伫咧叫声音，对倒在地骑机车民众感觉真歹势，愿意负担损失。涉嫌案件搁伫咧高院审理，黄子佼搁因为引起事故逃走伤害罪，叫函送侦办，恐惊会有更加侪受伤爱面对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